係，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啦，又係我 Joe。嗱，我頭先啱啱講咗咧，Fundamentals of Chemistry 之前嘅筆記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試下做一啲有關佢嘅 MC 嘅問題。好啦，咁我哋再睇下啦，慢慢睇啦。好，第一題，下列哪些危險警告標籤應貼在儲存一氧化氮氣體的金屬桶上？好啦，咁如果佢係有 CO 咧，我哋印象啊，咁應該就害人啦，CO，即係或者危險啦，好冇？咁 CO 有咩危險警告標籤咧？好啦，第一個啦，fluorotoxic 係咪啊？當然係啦，我哋成日都話中一氧化碳毒。好啦，咁第二個啦，真係好得意啊，有個交叉之屬物喺中間嘅咧，咁呢一個叫做 harmful，中文叫有害的。咁呢個係咪咧？嗱，咁我之前都講過啦。其實如果嗰人有 toxic 嘅話咧，就唔使再寫 harmful 啦，因為 toxic 已經包含咗 harmful，即係有骷髏頭咧就唔使要呢個屬米啦。咁就toxic 係勁啲嘅，攞勁啲嗰個得啦。好啦，睇第三個啦，第三個有堆火，我哋大家都記得啦，flammable。咁易燃的，咁 CO 係咪易燃嘅咧？咁我哋又諗一諗啦。咁其實我頭先提過 CO 咧，就係啲煤氣嗰度係咪？煤氣。咁喺煤氣度嘅話咧，咁咦，煤氣嘅特徵就係我哋開煤氣火好快就可以熱到水啦，短時間。所以咧呢個 CO 咧就幫煤氣咧就可以好快咁誒高溫燒着，所以三都係。咁我補充少少第一個啦嚇，toxic 嗰度。咁咧，我想啲人問啦，可能你會問，咦，點解 CO 咧會毒死人啊？咁樣。咁其實咧，因為 CO 咧好得意噶，佢黐咗喺人嘅紅血球度嘅時候咧就黐實咗，咁所以咧就使到人嘅紅血球咧就帶唔到氧氣，咁變咗咧人紅血球帶唔到氧氣嘅話咧，被 CO2 霸晒嘅話咧，可以叫缺氧而死啦，令到人。咁所以呢題答案係 d 啦，一同十。好，第二題，下列哪項有關元素的陳述是正確的？好啦，A 啦，第一個。元素不能以化學方法分解成更簡單的物質。咁呢個啱唔啱咧？係啱嘅。咁我哋背書又好，或者理解佢嘅 principle 都好啦。總之元素例如啦，嗱，例如有化物 H2O，咁如果分解咗做 H 同 O 咧，呢兩種係元素啦，H 元素、O 元素。咁 H 元素同 O 元素咧就不能再被分解，所以 H 係 elements，O 又係 elements，所以呢啲不能再被分解嘅嘢就係元素啦，cannot be broken down 啦，不能啊，不能。好啦，B 啦，地球上有數以千計的元素，咁呢個好明顯錯啦。周期表你睇下，周期表有幾多元素啊？都係百零個嘅啫，係所以呢個係錯啦。好啦，C 啦。化合物可通過化學方法結合生成元素，咁呢個啱唔啱咧？怪怪地，化學物結合元素啊，好似調翻轉喎，應該係元素咧就結合生成化合物，係咪啊？化之物，化合元素之物啊，所以呢個係錯啦，應該係元素結合生成化合物。好啦，多啦。水是元素啊，water is an element。呢一個好明顯係錯噶啦，因為 H2O 咧就係 H 元素同 O 元素夾埋嘅 compound 啊嘛，H 元素係化合物，係咪啊？H 同 O 化合而成，所以答案就係 A 啦。好，咁我哋再睇下第四個啦。下列哪個物質是純物質？A 啦，B 啊，啤酒。咁啤酒係咪純物質啊？唔係啦，我哋用我哋嘅 sense 啊，或者用翻頭先教呢個 principle 咁樣諗下，呢個咧係混合物係咪啊？酒咪好多嘢混埋一齊啊！我哋又有酒精啦、水啦、鹽啦、CO2 啦，嗱佢哋係咪個個都就咁混啊？即係就咁倒埋落去，但係又冇樣新嘅嘢產生喎，即係 CO。
CO2 倒落去咪就係 CO2 咯，喺裏邊，水倒落去又係水。乙醇咧倒落去咧，佢裏邊都係乙醇，即係唔會生成一樣全新嘅嘢。啤酒即係含有 CO2、含有水、含有乙醇，係咪啊？即係可以講得出嘅，講得出分開嘅嘢嚇，唔係全新。好啦，然之後 B 啦，Brains 黃酮。嗱，黃酮咧係一個合金喎，ALLOYR。咁合金好似冇乜教過你住先。咁依家口講俾你聽啦，合金咧其實就呢個由砷元素同埋銅元素咧就混合而成嘅合金，混合嘅即係呢兩種金屬元素，所以係混合而成就係混合物啦，唔係啦。咁 C 啦，distill water 蒸餾水。咁蒸餾水係咪漂滑嘅咧？係咪？咁都係啦，我頭先講咗啦，蒸餾水其實得純水嘅啫，蒸餾出嚟，蒸走晒其他嘅 impurities 啦。如果你印象淨係得 H2O 嘅 gas，然之後 condensate 係嘛，即係 H2O 嘅氣體蒸咗出嚟，走出嚟，之後凝結翻就係純 H2O 咧嘅 liquid，咁就係剩翻純水啦。呢個係啦 C 啦，咁 D 啦，池塘水。咁池塘水都肯定唔係啦，搞咗你啦！池塘水係咪啊？又有水又有泥係咪啊？又有昆蟲又有葉係咪啊？分得開講出嚟嘅嘢，咁撈埋一齊混埋一齊嘅啫，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咁我哋睇多題咁多啦，睇呢個圖畫。下列哪幅圖可以表示兩種元素的混合物？咁睇下先，個問題係兩種元素嘅混合物，兩種元素嘅混合物。咁點啊？咁係啦，首先我哋符合咗第一個要求先，兩種元素，元素即係純物質啦。咁睇翻純啊，純邊個兩種都係純啊，應該係 C 啦，係咪？純嘅灰波波合埋一齊，淨係純嘅黑波波合埋一齊，係咪？有兩種元素喎，係咪啊？灰波波一種元素，黑波波一種元素。但呢兩種元素咧就點啊？倒埋一齊之後，佢又唔會黐埋再做新嘅嘢咯，係咪啊？可以好輕易啊睇到呢一個係獨立咗喺度，呢一個都係根據我教你嘅紅豆、綠豆係咪啊？獨立咗喺度冇新嘅嘢，所以 C 咧就係兩種元素係咪啊？灰波波元素、黑波波元素，然之後只係混合係咪啊？可以 separate 緊嘅，分開緊出嚟，兩種元素嘅混合物啦。好，咁講到呢度先，咁我係 Joe，咁有機會我會再出多啲片俾你睇啦，咁希望你哋多謝睇多啲支持，拜拜。